再来镜头来看，这是台中市太平区的玉溪金凤宫啊，进前先天三大帝甲王母娘娘两尊神像，因为这个胖瘦的关系啊，酒驾真严重，信徒集资去买了台湾橡木，佮邀请雕刻师重新雕刻神像。这个神像啊，真悬啊，5尺1啊，利用一般人力是无法度来搬的，所以嘛出动了站帮甲这个大机的棍啊，来进行入伙安坐的仪式。 贵宾轮流会雕刻会王母娘娘和外汉老人点眼开讲，台中太平玉溪金凤宫是当地的信仰中心。进前管会看到两尊神明去旁做秀，草马酒驾真严重，信徒都来开钱定来雕刻神明，嘛举办入会安坐。第一，绿色嘛有咧做；第二，包括讲伊对地方的，包括信仰，嘛一个信仰中心，大家应用起来这凝聚一个力量。真侪信徒赶紧摕手机啊记录这前喊你看场景，场面闹热气气。能够参加这个盛会哦，是觉得三生有幸呐，也是大家共襄盛举很不简单的一个仪式。信徒团拜表达对神明的敬意，希望神明保庇地方平安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